实相一切法，这一切法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一切法里面，一切法就是诸法，诸法是在佛法中，因为我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就是佛法啊，对不对？啊，一切法在佛法中，佛法在一切法中，这样听懂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你心里有动了一个念头，肉说这个肉是眼受，咒是你有是也是你有这么的一个念头哈，这个你心有这么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的，那你就麻烦了。那或许这里或许有秀一段出来基本菩萨这样一来你就不是菩萨了。这个佛法它高就高在这里，我们一再说明这个道理。目前启发诸相上学习，我们这个社会有那么多人，但我们可以算算看，到底多少人能有这么的福德因缘碰到佛法，碰到佛法能够深入，而在于在如法受持可真是不容易。受持受持大乘佛法，发菩提心，行菩提道，那更难得了甚至于我们能够带家眷同修齐修，全家吃素发扬三宝的奥气，阐扬真理的奥秘，度化有缘众生，福尔双修，继续会面的言传，那更是少之又少。能在白养的命运中，父子同修妻女同修，而且还要为后天的生活做事业，上班赚钱，养活家人，还要花什么？花心布施于道场，甚至于还要深研道学，深入经常，弘扬佛法，发扬一贯道的精髓，前菩萨的事业，放下一切的执着心，成就他人，更是然中的什么？难得。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真的，我们问到，是在家修的，在家修道，在家出家，这是最不好修的。师长在碰撞，那一天我们的东贵兄今天没有来，说那一天我娶我太太娶了超过40几年了，我还没有看过我太太发那个脾气那么大。他说，他就讲说他的太太有一天那几天而已那前几天而已他就说他的儿子要去他的孙要去剪头发因为他孙子已经到高中来了到高中来了因为他有自己的主张因为他的阿嬷就因为他爸爸不在家里都是阿嬷在处理这个事情阿嬷就是说叫那个理发师把他头发剪短一点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他主张因为呢什么？他妈妈真的去跟那个理发师讲把他理得很短，他回来暴跳，怎么你叫他头发理得这么短，在家里就闹我们东贵兄就跟他太太说，我当时跟你讲，你不要打电话，你再打电话去这没完没了。他的太太大发雷霆，他说听茶听不会倒听茶听不会倒，听不会倒你听无？加油添醋，也就孩子他发脾气的，你在孙子的前面在讲这些话，就是添油添醋，对吧？所以大发雷霆。他说我跟他结婚40几年，还没有看过他发的这么大的脾气。他说如果像我以前没有修到的脾气，我们可能再早就离婚掉。他跟喝水一爬山他还是很不改变。我说你成就多了，你成就多了，过去离婚现在不要了，你成就多了。那或者讲说，因为一个人在修很多的过程之中，这个就是一个魔，这魔上魔我们的心，我们心就是要从碰撞，要去碰撞，在佛庙寺里头遁入空门，延吉信风，没有人来
惹我，我不是惹阿弥陀佛，每天都阿弥陀佛，诵经念经，做禅念佛，哪有外面的语言来跟你碰撞？没有。我们在家里，你看做你的自己的事业，我们要我们孩子，我们的孙子，夫妻是真的修道，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磨，一直在磨。所以当我们在磨，遇到这种东西，我们没有被人考倒，我们被人磨倒，我们就代表我们成就。所以我刚才慧学法秀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真的在福慧双修，要具慧命，要言传我们一贯的精神。你看我们的李老，一生为道牺牲，为道不孝。他虽然104岁，当时被共产党抓去整的那如果他当时不懂得那马克思主义一些的一个理念，他当时就被枪毙掉了。所以在共产党在什么在那个监狱里头，他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说我懂，所以好你懂，你在这边讲给他们里面听，就是这么变活下来的。那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好过，每一天都人家把他盯着，对不对？所以那一种的生活，那一种的环境，那一种的恐惧，那一种的恐怖，不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谁要来管你，对不对？没有人说等一下公安来了，等一下谁要来了，你这很安静的听到。在中国大陆没有像这样的，哪有这么的好，对不对？所以那个修行的过程之中，李老104岁、50岁，为了父亲一贯都不到场，急功近瘁，死于后也，鞠躬尽瘁，死于后也，死于后也，死于后也，死而后也。所以你看这种精神，修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么因缘的之下里头，我们李老算什么？算一个是一个真的一个菩萨是一个菩萨，因为他已经到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为什么？他虽然面对一切东西，他已经都缘起性空了，他缘起无我。这种的意见，你想想看，谁能够做得到？我们不要说公安要抓去杀头，不要说公安要抓去坐牢，不要说公安要抓去什么呢？在家里我们1、2句话，听不喜欢，可能就世界末日了，对不对？就搞起。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心越修越脆弱，或许是这样。我不能讲过去，不能讲你们，越修越脆弱，对不对？所以才有一句话说什么？大和尚脾气大，大法师教识大，才有这句话。所以这个是警示各位，也是警示我警惕我自己。好，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在这种环境里头，我们真正要。我们当灭度无量的众生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菩萨。无量的众生，我们外有无量的众生，对不对？我们外有无量的众生，内呢有无量什么？无明。外有无量的众生，内有无量的无明。无明不是众生吗？无明不是众生吗？咱大家讲修拢，大家心我们的心大家都很清净都不会无明的积受一下，大家都不会发脾气我看是可能是我们的那个赵老师，好奇大家真的遇到事情，所以现在讲意境。今天讲意见都没标准了，度点那怎样？所以是遇到才知道遇到没有？是这样不是这样吧？赵老师，你会生气吗？你不会吧？因为你看错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有这么好的因缘所以因为行菩萨道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离我执，有我执。
乞丐，在你行菩萨道一定不会圆满的哈，不全心无条件的平等去予，要平等利益众生的哈，所以佛祖才说我等事项一定不可以执着。好，我们再过去哈，到最后一段话，沿途形象，沿途的庄严的佛祖像也要去掉，钱的去掉，那个钱要去掉。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所以佛祖在讲一声须菩提，就要用须菩提。若这个菩萨作是言，这个菩萨有这么的讲了哦，我当庄严佛土。什么叫做庄严佛土呢？这个庄严佛土，如果以字面来解析就是我们心灵的清净，我们心灵的庄严。庄严的佛土庄严这个是有表象的庄严，也心象的庄严。心象的庄严就是我们心灵的清净无染，表象的庄严说是一个如如不动这种庄严何以故？如来说庄严者，即为庄严，是名庄严。这个意思也是三连句也就是说，你不可以一个庄严相如果你有一个庄严相，那你就没有办法庄严，你心就有东西所以这个里面呢后学都有把它写很清楚了庄严是清净，庄严因为庄严有庄严念头，你就不能庄严了。你有一个念头的庄严，就不能念庄严这句我们就不解析后面解析这句话：须菩提，若菩萨能通达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这句话呢，若菩萨能够通达，这句话非常重要通达什么？无我法者如果你这个菩萨能够通达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甚至于没有也没有我相，也没有人相，也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寿者相，甚至通达，也就是不停留在里面也就是说，你在我等四相、华等四相，你都不执着，那你才真正的菩萨所以它里头他就讲说你如来说说明真是菩萨，就是我等四相，因为我等四相空证到阿罗汉，华等四相空证到菩萨所以我法的空才能够通达，才能证到菩萨。如来说真是菩萨，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达到这个庄严所以在这里呢，就那你有妄想执着，你心就出现了，你的心清净心又变得不清净了所以那你不清净的心，当然这个就不是菩萨了所以如来讲庄严就叫圣庄严，这是讲三连句，这是全教菩萨所说的六度万行法。你就是你要修诸功德去庄严成佛的因地，实际也就是说庄严自己的清净佛土清净佛土，所以才要利益众生，要去度化众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贯道亲我们真正的非常的积极在度化众生，尤其我们现在讲到以前我们在讲到日本的莫广亮先生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讲好几次他去敲门敲12万多户，12万多户，一个莫广亮先生，日本人，他去敲门渡人。你看这个不是菩萨吗？他遇到什么很多的被骂的被骂疯子，被赶出去的，这么早就来敲我的门如果人家骂你疯子，人家对你不好的脸色，你能够撞过几步？你跟我讲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呢，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敲起，可能你敲不过3分，你就回娘家，对不对？连敲都不能敲，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果不是说他真的能够通达无我法身，但是我心啊啦，你没我嘛是安尼啊，你骂我是这样，你骂我是如数，你不骂我是你的臭脸也要看我是如是，我都不动在你心。哦，为什么？嗔气毁誉，再来呢，力衰的，暴风就吹不动了嘛，对不对？那这样才能够通达无法者，不简单哈。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那你能够利益众生，你这个道理很深，因为大圣菩萨是以利他为自利。有一天你成佛了，你的清净国土由那而来，就是你因地的庄严出来的。什么叫做因地？现在就是因地。六祖大师不是讲吗？5、8、6、7什么？五因转。若能转，不是那个但用绵绵无实性。若能转处不留情，还心永驻那家店。不是讲虚话吗？哦，5、8、6、7。5、8、6、7是因中转嘛，5、8是火上转嘛，这个因为都有讲过嘛。那你要从哪里？从6、7因中横下功夫嘛。哦，因中6、7因中，6就意识嘛，好，那莫老师嘛，就6、7这，因为现在这个是因嘛，哦，因地果还生嘛，现在造因嘛。那我们造因，那当然在果地，当你今天已经结束了，5、8就跟随上去了。那8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黑盒子嘛，什么微气的黑盒子嘛？它就是什么？它是一个记录器嘛。我们一生所染的，你一生有一个带一个黑盒子。哦，讲简单的话，你有带一个生命的记录器来。那记录器，你以人生的过程之中，把你记录得很清楚，清清楚楚。那你心经易变是所作所为，它都记录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到那个地藏国那边去啊，经过我嘛，头前有一个叫镜台哦，台看就镜台啊，迄个镜就对看，哪里那一块的那一块生平的记录器，那块黑盒子把它放进去。我们今天啊，这么重要的记录器，我或者让讲啊，一个小偷来，或者让他偷东西啊，对不对？那人家不知道，不知情，我不知道，对不对？人家都不知道，人家看记录器都看到，我来偷东西啊。那我就说我哪有？因为我老说有没有人在这边看到我嘛，对不对？我不吸收，我不承认我来偷东西嘛。如果人家拿那个黑盒子放给你看，那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接受？要不要啦？不可能给你不接受，你跟我现在叫修，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摆在这里嘛，这个叫做记录器。所以我们今天庄严国土，要从我们的心性庄严，这个庄严的意境是你清净无染的意识就是这样，那才是真庄严。但是你庄严，还有一个极为庄严，你有一个庄严心，我等事情要跑出来。你不是说庄严这2个字还有污染哦，这2个字还不清净哦。你说清净这2个字还不清净哦，你听懂吗？还极灰清净哦，清净极为清净是不清净哦，到一尘无有哦，所以这才为全教所说的讲到实相，实相是真实之相。所以一切法空，到一切法空，6度法当体即空。当体即空，才能远离我执一法执的一个执照，这才是中道的庄严。意思就是说，每天修行6度万行的庄严国土，你每天没有着相，这样的修行才能够降伏直走的妄想心。一方面又能庄严成佛的因地，另一方面安住真心，所以才能够达到中道第一地。中道第一地。好，那我们今天研究《金刚经》，这里都不要讲了哈，因为应该讲，应该也是
大家都了解。我们把这一段严守，就把它归入到于自己的心里。那你心中真正的通达的这个道理，那么你真正懂得大乘法门，才能够把大乘佛法学好、修好。不然的话，你不是落在凡夫的着相这一边，就是落到于恶世的偏空恶世就阿罗汉的偏空，他不是做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正空，所以他认为是悟空呢，他就跑掉了，他不要再上修下去，他就跑掉了那一边去了。所以17分究竟无我，全部都是讲完了。所以我们第17分呢比较长，因为《金刚经》最长的1分，我们就用6天的时间就把它讲到这一份讲2份。那当然时间也是超过几分钟了现在赶时间要赶给各位这个新的回想。尤其我们今天我们的钱老师又来，他的道学，他的《金刚经》是很不错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来邀请我们的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金刚经》的第17分如果我有些讲不对的不到位的，请多指教一下。好，谢谢各位，好，谢谢。